主席，首先呢，本人就要感謝財政司長嘅財政司同埋佢團隊嘅努力啦，為咗我哋社會呢係提供咗呢一份咁全面嘅財政預算案。咁過去幾年呢，即管我哋面對咗好多唔同嘅阻力啦，我哋經濟嘅發展呢依然係穩步向前嘅。而特區政府亦都喺公共財政壓力之下，積極採取咗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呢係正面包括咧係而家落實緊全面嘅財政整合計劃啦，合理嘅分配資源啦，同時咧係提出創新同埋變革嘅政策，為咗未來咧可以面臨更加嚴峻嘅挑戰咧，係做好充足嘅準備嘅。主席，本人呢係特別想向政府呢係提幾方面嘅建議嘅。首先呢，關於綠色金融嘅發展，綠色金融呢唔單止係應對氣候變化嘅必要嘅手段，亦都係我哋未來呢經濟增長嘅重要嘅驅動力。咁根據國際能源署即係 IEA 嘅報告啦，其實上年呢全球嘅能源投資總額呢係超過成3萬億美元嘅。咁當中呢，其實2萬億嘅美元呢係用喺可再生能源上邊，佔咗總投資額呢係2/3。咁見到佢嗰個增長呢係非常之迅速㗎。但係我哋香港其實咧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啦，應該咧就係捉住呢一個契機，打造咧成為國際綠色金融嘅樞紐。所以本人咧建議政府啦喺個財政預算上面嘅建議，亦都講到咧係應該係去加強呢一個碳交易市場嘅建設，同埋咧着力培養更加多碳交易同埋碳審計嘅人才，以提升我哋香港喺全球綠色金融嘅領域嘅競爭力。同時咧，我哋特區政府咧應該係進一步去推動綠色技術嘅創新，加大投資嘅力度。咁鼓勵咧，從而鼓勵我哋嘅企業咧能夠積極參與綠色金融嘅活動啦，從而亦都係推動我哋香港咧成為全球領先嘅綠色金融中心。咁講到綠色發展，我都留意到其實預算案咧都有好多提及到好多嘅措施啦，例如增撥一啲資源去繼續做全港住宅智能廚餘回收桶啊，同埋廚餘收集嘅設施，亦都咧係轉化為能嘅設施，譬如 iPad 2啦，亦都係而家正在招標緊。仲有一啲咧係新能源運輸基金預留俾公共巴士同埋係的士嘅綠色轉型等等啦，呢一啲咧我都十分之支持嘅。咁但係講到綠色就當然係要講到回收啦。其實即係雖然係呢個財政係比較緊張啊，咁但係政府咧亦都唔能夠忽視我哋社區回收嘅工作嘅重要性。其實上年呢，雖然我哋暫緩咗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呢一個政策啦，咁但係局長呢，其實之前都即係之後都有提到啊，因應咧呢一個迎接住呢一個計劃嘅前期準備呢，其實香港好多嘅廢物回收量呢都係有所提升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我哋喺各區嘅綠在區區嘅貢獻啦。綠在區區嘅合作期呢，其實呢都第一 round 嗰個5年呢，都已經即係差唔多去到尾聲㗎啦。咁我知道呢，其實而家做緊招標嘅時候呢，可能政府因為財政嘅問題呢，會好睇重嗰個價錢。咁但係其實今次招標如果真係即係出現只係價低者得先至得到呢一個營運去綠在區區嘅機會呢，我覺得呢一個情況真係好唔理想，係只會令到我哋呢其實辛辛苦苦提高咗呢一個嘅回收量呢，又再跌翻落嚟。咁無論係綠在區區啦，定係其他嘅政府嘅招標呢，我都希望政府呢唔好因為一時我哋即係慳錢而麻木犧牲咗我哋服務嘅質量，並且呢要繼續重視評分制度入邊嘅價格以外嘅好多嘅因素啦。所以我自己建議呢，政府要去加強我哋社區回收嘅推廣，特別咧係喺校園同埋住宅區內建立咧更加完善嘅回收體制，唔單止咧可以改善環境，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市民嗰個環保意識啦，推動我哋綠色經濟嘅整體嘅發展嘅。咁其次咧，其實有關呢一個航運業嘅發展啦。航運業當然係我哋香港經濟嘅重要支柱之一啦。咁但係近年呢，本港嘅
貨櫃嘅吞吐量都係有所下跌嘅。咁啊，不過儘管如此啦，我哋喺個專業服務咧，其實譬如好似係海事仲裁啊、船舶呢個融資啊等等呢方面咧，都仲係有好大優勢。所以我哋必須咧係重新定位啦，喺我哋全球嘅航運業當中嘅角色，加強咧係強化我哋專業服務嘅發展。咁所以我都建議政府咧係要加強同埋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去做一個優勢互補啊，打造一個更加高效嘅航運生態系統。咁同時咧，亦都係應該要鼓勵多啲我哋航運嘅企業，加強咧科技嘅應用啦，同埋創新啦。譬如係喺推動海事仲裁嘅服務啊，能夠提供專業法律嘅支援啦，吸引更加多國際航運企業嚟到香港做總部啊。呢一啲設施咧，唔單止可以提升我哋香港嘅國際形象，更加咧係有效咁樣去促進我哋嘅航運業嘅整體嘅競爭力嘅。咁有關旅遊方面啦，政府咧喺推廣呢個生態旅遊嘅努力亦都值得肯定啦。喺即係進一步了解佢哋進一步了解咗我哋旅客嘅需要。咁所以事實上咧，我哋新民黨其實多年前都關注南丫島前石礦場嘅發展嘅。咁啊，政府咧就住嗰個地方咧，其實喺2012年咧都已經開始咗可行性研究㗎啦。咁但係咧就已經擱置咗好耐。咁啊，希望當局咧繼續可以即係加把勁，快啲將嗰個地方咧係發展起嚟。雖然咧特區成日都話啦，我哋咧係舊年有成4500萬人次嘅入境旅客，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冇提到咧，就係我哋舊年嘅離境人次咧係更加之高嘅。咁所以我揾同事喺入境處嘅網站都逐日計住啦，有成超過1億400萬咁多嘅。咁所以見到我哋的確咧係要即係喺吸引遊客同埋點樣挽留我哋自己嘅市民呢一方面咧都要下一啲功夫啦。我諗而家咧其實本港旅遊業都係有啲短板嘅，譬如咧我哋講緊我哋嘅本地導遊嘅資源又不足啦，係咪限制咗我哋本地旅遊發展嘅一啲潛力啦？咁本人其實都建議政府咧應該增加多啲導遊嘅人才嘅培訓嘅計劃啦，去提升我哋導遊培訓嘅課程嘅靈活性啦，吸引多啲人投身呢個業界啦。另外咧，其實我哋本港嘅郵輪嘅旅遊嘅發展都係潛力好大嘅。咁啊，郵輪嘅旅客咧好多其實佢哋係高消費群嚟嘅，咁對於成個即係服務嘅要求咧都係相當之高。咁但係現時我哋可能郵輪碼頭嘅配套咧都係要去優化，咁啊政府應該研究點樣去改善，譬如係郵輪接駁嘅水路嘅交通啊，同時亦都係加強我哋碼頭同埋核心商業區之間嘅連接啊，以及咧係提升我哋遊客嘅旅遊體驗啦，刺激個消費，帶動我哋成個即係社區嘅唔同小社區嘅消費啦。咁啊促進到我哋嗰個更加促進到我哋嗰個文化交流添咯。咁主席本人咧亦都係想反映一下，作為家長，希望代表唔同嘅家長反映啲心聲嘅。因為咧其實對於呢一個2500蚊嘅學生津貼咧，我諗我哋都係有啲失望嘅，因為家庭嘅經濟嘅負擔咧其實都係日益加重啦。咁啊多一份嘅津貼對家庭嚟講咧，都係多一份嘅保障啦。咁啊學生津貼咧其實長期以嚟都係有效去減輕咗我哋家長喺子女嘅教育上邊開支。咁啊希望咧政府能夠多啲考慮我哋家長嘅憂慮啦，同埋考慮咧用更加靈活嘅方式咧去支援有需要嘅家庭啦。因為唔單止係家庭嘅支持，亦都係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一個長遠嘅投資嘅。尤其是我哋而家都係好努力咁樣去鼓勵緊生育啊。咁而去到最後啦，我都想強調一下咧，提高公共醫療服務嘅政策咧，其實政府都真係要審慎考慮嘅。預算案入邊喺2月底公佈都有提及啦，政府同埋醫管局咧當其時檢討公營醫療嘅資助嘅架構同埋水平啦。咁1個月後咧，其實
局方咧都係即刻宣布咗公營醫療嘅收費改革計劃咧，就會喺明年嘅1月1號就實施㗎啦。咁我理解其實要維持而家我哋醫療系統嘅持續性啦，但係低收入家庭同埋長期病患者咧，可能都會有一個即係沉重嘅心理負擔嘅。咁所以當局咧希望可以去仔細評估我哋每人每年1萬蚊收費上限咧，對於長期病患者嘅一啲影響啦，確保我哋嘅基層市民能夠得到咧係最基本同埋公平嘅呢一個醫療服務，唔會因為咧經濟困難而得唔到適當嘅治療嘅。